嚟到冇間音樂新歌進場嘅時間。今日 Pace 請嚟嘅呢位嘉賓人如其名，生得俊，唱得好聽，演技都唔錯。佢係深受一班家庭主婦嘅喜愛啊！嗰個家庭主婦當然啦係包括我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Fred 鄭俊弘，好開心今日可以嚟到新歌進場。咁因為之前拍劇啦，所以好幾個月冇同大家見面啦，冇上節目。咁而家就可以投入翻我最熱愛嘅音樂嘅工作啦。所以今日就帶嚟嗰首新歌《火線下》。為着這一份義氣，同行踏進火，講難這種硬道理，時來運到天空我撐起，或者開始那天起，停下再沒有日期，並肩走出過生死，能共進，但最終能共退，卻只有自己。越過高高低低，總往上爬。從懸崖邊看下，放學會瀟灑，城池要放棄嗎？人情要放低嗎？求全身退居火線下，直到簡簡單單一切作罷。回頭時方發現街角已開花，回頭殺氣煙花，眉頭有了牽掛，平凡的幸福需要一個天價，為着想爭奪獲勝。連場硬拼的險惡處境，日後就等天地做證，毫無懼畏的一寸光景，是否敢於說一聲，從沒有後悔事情。日子怎數算得清，情願我沒背景，情願你沒走那曾經。越過高高低低，總往上爬，從懸崖邊看下，放學會瀟灑，城池要放棄嗎？人情要放低嗎？求全身退居火線下，直到簡簡單單一切作罷。回頭時方發現街角已開花，回頭殺氣煙花，眉頭有了牽掛，平凡的幸福需要一個天價。上爬，從懸崖邊看下，放學會瀟灑，城池要放棄嗎？人情要放低嗎？求全身退居火線下，直到簡簡單單一切作罷。回頭時方發現街角已開花，回頭殺氣煙花，眉頭有了牽掛，如尋到某些真相可更驚詫。Hello，Fred。Hi Parsley。係咪啊？我冇令到大家失望，又靚仔又唱得又演得。嗱，頭先咧你就話你家庭主婦。家庭主婦係唔煮飯嗰隻家庭主婦 ，OK， 係主場嗰個主 ，OK。嗱，你頭先話好熱愛音樂，係。啲人成日都話好熱愛音樂。今日咧，你可唔可以具體啲嚟講聽下你點熱愛法咧？點熱愛？都講出嚟係咯，唔記得咗係嘛？好難答。嗱，其實一起身，每朝一起身就要聽音樂㗎啦。啊，係啊。係咯，即係要帶出嗰日嘅心情啊，個感覺啊，要推動自己就一定會聽嘅。嗯，咁你記唔記得你今朝起身你係聽咩歌㗎？Stevie Wonder Superstition。好開心啊！好開心啊！今日嘅天氣又好。係咁咧，嗱，你話你只會聽歌啦，咁你自己其實大家都知你玩 band， 你又玩樂器啦，咁基本上我知道你會喜歡好多唔同類型嘅音樂啦。But 會唔會有一種嘅音樂你覺得我可能未必會觸碰嘅？少啲觸 punk rock 到，classical 比較少，難啲係嘛？係啊，少去接觸咯。但係有時會聽，如果要乜啲情緒啊，要做啲戲啊嗰啲，我有時會聽 classical，會帶我入去。
我覺得咧，開始中意聽 classical，我覺得同我年紀增長都有少少關係。唔係啊，覺得細個你唔識得 appreciate。係啊，以前覺得哇流行歌好 easy listening，你就好即刻係好 into 呢樣嘢啊嘛。但係你來咗，你有時聽翻哇，真係可以令到你好 calm。係啊，好 soothing 嘅，即係好舒服咯。同埋因為我細個接觸 classical，因為屋企人係啦逼你彈啊，所以有少少嘅抗拒喺度嘅。但係而家大個咗，有時會聽一聽咁啊，OK。係啊，咁啊阿 Fred 你即係火線下今次呢一首歌咧，就係好成功啦，電視劇都即係播完啦。咁啊，你嗰陣時錄嗰陣時係電視劇已經係做完，但係你錄之前你有冇睇一睇大概個故事係點樣樣？其實係冇嘅，我係知嘅，我想你講出嚟。咁其實錄呢首歌係好趕嘅，錄呢首歌幾時唔趕啫？係咪？有試過唔趕錄音咩？唔係啊，就因為嗰排係拍緊劇，咁我就係冇瞓嘅情況底下去錄。咁佢係成個廠期，因為要錄呢首歌就要褪啦。本來可以早開廠，但係成個廠係褪嘅。OK，咁啊錄，咁就用咗幾個鐘就好快錄咗呢首。可能就係用你嗰種未瞓嘅時候，係啦，去演繹，有一種另外嘅感覺。 rock 啲。好啦，我哋又翻到嚟新歌進場，咁啊身邊都有 Fred 喺度嘅。嗱，阿 Fred 之前咧就出碟啦，咁大家都知道入邊有一半咧就係你自己創作嘅啲歌曲啦，一啲新歌，有一部分咧就係嚟自電視劇嘅，大家好熟嘅歌。咁啊，當你去錄音嗰陣時咧，應該唱呢兩種唔同嘅歌曲會有少少唔同嘅感覺。絕對有唔同，因為你唱劇集歌，你都要考慮翻嘅嗰套劇嘅劇情啊，同埋嗰個角色啊，咁。你可能要投入到一個角色嘅角度去唱翻呢首歌出嚟，咁監製都會睇晒成套劇嘅天書啊，咁會 explain 翻你佢想要啲咩情緒、咩感覺去唱。係，咁如果你唱自己嗰啲歌，直情嚟啊！嚟啊！唔使諗啦，我喺屋企寫嗰陣時都係咁嘅，咁樣就唔使諗啦，自然好多啊嘛。同埋直接咯，直接好多。一嚟就係啦。係啦，或者嗰個感覺，你一寫就已經聽到，或者你諗到你想去咩方向，咁就一錄就自然啲。咁我都知上半年咧個拍劇嘅工作你都完成啦，咁啊下半年應該順理成章都係擺喺音樂上面啦。係啦，而家可以投入翻音樂啊，開始錄歌啊，開始收歌啊，聽歌，咁就為第3張嘅大碟籌備。咁我想請問咧，今次個碟咧會唔會都以呢個動物嗰角度去出發咧？其實我唔知，可能會即係可能公司覺得啊，你係動物幾好喎，係啦，幾 cute。因為第一隻就熊貓啦，熊貓嘅故事；第二隻當狗愛上貓。係啦。咁仲有啲動物你中意嘅，你寫嘅。係咯，唔知第3張會有啲乜嘢貓喺度啊？咁但係呢啲歌係收咗先啦，其實我又覺得未必一定要嘅。係咯，人為主咯。係咯。咁你自己都要寫㗎？我會，絕對會寫。咁今次都希望會收錄到自己嘅作品。但係唔會寫晒係咪？寫唔晒。驚自己悶死自己。係。唔係，當我知有時都想試下唔同嘅音樂合作，同佢哋啲火花。係啊，因為你會有新鮮感啊。係啊，同埋你會即係你會聽到人哋寫歌啊，同埋你會感受到佢嘅人嘅內心世界啊，同埋佢嘅思維係點。譬如話可能有一啲音或者有啲走向，你自己可能未必會咁樣寫法㗎。係嘛？跟住你見到哇，等我試下，咁你又覺得哇，咁又幾好喎。係啊，每個人個聽歌啊，同埋個背景啊，好唔同嘅，所以人哋創作嘅嘢同埋你自己嘅嘢嘅分別係好大。係啦，咁另外我都要恭喜阿 Fred，因為咧好快咧佢就會推出一隻 DVD 啦。咁呢隻 DVD 咧就會有阿 Fred 係過去2次嘅音樂會入邊嘅好多個歌。係啦，咁會收錄翻啲 MV，係有冇 MV？應該冇 MV，就有CD 加 DVD 演唱會嘅 DVD。非常好。好啦，咁呢一 part 翻嚟新歌進場咧，就係問一問阿 Fred 啦，佢最近參演嘅劇集啦，就啱啱拍完嘅。今次咧，阿 Fred 咧喺入邊咧都係一個男主角啦，其中一位男主角啦。咁啊，聽講啊，我都收到風咧，就會喺呢個台慶劇嘅。我就未收到呢個風，所以我希望係，真係希望係。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透露少少今次呢一套劇嘅少少內容啦，同埋你個角色？呢套劇叫做《雨蝶同盟》。咁就我個角色要做一個商業嘅間諜。係啦，咁睇個樣就唔似，但係原來似到點知啫？啲間諜俾你睇過先係嘅咩？所以就都好有挑戰性，因為有好多方面嘅呢個男仔呢個角色，佢望落去就好似好冇乜機心，但係原來係
有好多嘢喺背後做緊嘅，咁就今次同羅嘉良先生合作啦。哦，OK。係啦，咁其實佢喺呢套劇就係做我嘅爹哋嘅。哦，OK。咁就因為之前發生咗某啲事情，我就要去報仇。哦，OK，夠啦，好夠多㗎啦，我又亦都唔想你透露太多。不過咧，我聽講你入邊咧，阿 Fred 咧都幾打得㗎喎。係啊，個角色原來係俾人打得，打極都係起身嘅，打極都係起身嘅。係啊，個角色係運動型嘅，咁就中意武打啊，咁就因為啲劇情啦，又做間諜啊，所以有多啲嘅動作嘅場面。係啊，同埋我聽講你都會有好多好笑嘅一啲嘅 experience。你聽講你踩單車都踩得好唔同啊，係咪啊？踩單車要扮到踩得好叻咯，但係好多你唔識踩單車？我識嘅，但係因為永遠都要個鏡頭面前又要好快啊速度啊，咁即係要得逼啊。其實踩得唔係好快嘅，但係你要嗰個感覺。係啦，唔係踩係快，咁但係有一次係佢要去到一個位，即刻要得停。咁啊好啦，要做個效果，去到好踩得好快，一得，咁啊死啦，成個人飛咗出去。你成個飛咗出去啊？係啊，咁成個單車佢都反，我又反，都好彩就一落地就唔知點解就碌咗一碌，咁就射咗啲力。好新好彩啫！即係你自己又識得保護翻自己。係咯。係咯，你諗下，即係前面未必有啲安全嘅措施，有啲咩？係冇乜都冇。你自己一碌就咩？係啦。我覺得你可以考慮做武打明星。新一代武打演員。冇錯啦。好啦，呢一 part 翻嚟，我哋要同大家講下阿 Fred。係。我頭先一開頭咧，我點介紹你記唔記得？我話你係好多家庭主婦嘅深深愛着嘅偶像嚟嘅。嗱，咁我記得其實 Fred 嗰陣時參加星夢，係咁啊，你嘅 fans 咧都係話成熟少少嘅，即係佢哋譬如話係翻緊工嘅，係嘛？即係一啲 fans。咁你自己點睇？我覺得我又冇話分別太多佢嘅年齡啊，或者做咩咁，有大家支持係非常之開心啦。咁你會唔會介意成為師奶殺手？如果梗唔會啦，其實佢哋個好細心嘅，即係會煲湯啊，俾你帶你俾你飲都有啊，因為有一個係成日佢係自己種菜啊，organic 嘅，好多活動啊，佢都會帶成袋菜，變得沙律咁啦俾你係嘛？咁啊幾好啊！我覺得即係 fans 唔係淨係用錢或者去買啲禮物去送俾自己喜愛嘅偶像啦，係有啲好多心思令到你好窩心啊！係啊，絕對係。係嘛？係啊。咁你會唔會取締晒所有我哋啲 TVB 嘅 artist 成為新一代嘅？梗係唔會啦。嘅家庭小鮮肉。家庭小鮮肉。唔敢，絕對唔敢，因為有炮哥喺度。炮哥點同啫？炮哥啲師奶嘅年齡層同你嗰啲爭30年啊！係取代唔到嘅。嗱，阿 Fred 咧就出道到而家咧，俾大家嗰個形象都係非常之乖乖啦，係咪？頭先你又話 fans 嘅年紀咧都係成熟少少，咁我想問下，即係阿 Fred 你會唔會抗拒姊弟戀？哦，又唔會喎。其實上限去到幾多？可以大你幾多年？最多？其實我又冇咁睇嘅。5年啊，差唔多。最緊要都係兩個人喺埋一齊嘅感覺。大你20年。咁就問啲。我都話問上限啫。大佬你要講俾大家聽㗎嘛，咁人哋上下5年啦。上限啊，上限都5年都 OK 啊。The limit。不過即係我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，每一次同阿 Fred 傾偈。20年，哇！咁咪20年，我都20年可以做得媽咪啊！絕對得，絕對得咯，係嘛？上限5年啊！上下都係5年，大家記得啊 ，OK。喺我哋播翻阿 Fred 第2首歌之前啊，咁我哋都要傾下呢一首歌。咁呢首歌係之前嘅作品嚟嘅，就叫做驚啦。咁咧就係 Eric Kwok 咧幫你去創作嘅。嗰陣時 Eric Kwok 講過，佢話想改變個樂壇，而作咗呢一首歌。可能同一時間都想俾大家睇到阿 Fred 另外嘅一面啊嘛。咁聽講呢首歌一開始你收到都唔知想點。係啊，都唔知可以喺邊度入手，因為我記得我係初初同Eric Kwok 再聯絡啊，再想同佢合作。因為第一隻碟有佢寫嘅歌啦，叫無名氏，咁比較慢嘅 melody。咁第二隻碟就有驚呢首歌，咁佢就同我講話 Fred，我唔想寫太多嘅 ballad 啊，慢歌。即係如果你肯嘅，同我一齊，佢有個 vision 就我想改變呢個樂壇，我想寫多啲唔同類型嘅歌。
咁如果你肯嘅，我哋一齊做，咁梗係肯啦。你聽到佢好啊，係咯，嗰啲咁大，我都想試下，係咯係咪？佢咁宏偉一個 vision 喺度去改變。OK，如果我可以成為一份子嘅，我好榮幸。咁就收到驚呢首歌，真係驚，真係驚驚咗。點樣去演繹咧？點去唱？因為一聽個 intro 啊，就好唔同以往 Eric Kwok 嘅作品啊，同埋我之前都有唱 rock 啊，但係冇呢一個咁比較 dark 啲。係啊，我都想講好 dark 嘅一種 rock。dark 嘅咁啊練啦，咁直至到去到錄音室同 Eric 一齊錄，咁都好耐都唱唔到個感覺。咁佢就話：你唔好諗太多啦，你不如你淨係聽個 guitar track，你當你自己把聲就係個吉他，唔好理啲歌詞啊意思先。哇！你歌詞你都唔明㗎啦，係咪啊？嗰時係啊，嗰時你都唔知個歌詞講咩係咪？你太深。咁就即係喺諗住吉他聲呢個方向去演繹呢首歌，咁又 OK。因為我都知其實你對吉他係即係特別有一份感情㗎嘛，敏感啲啦。係啊，你自己譬如話表演啦，或者你寫歌，你都係會用到吉他㗎嘛。咁你錄咗幾耐先完成嗰首歌？錄咗幾次，即係去來來回回咁樣？錄有2個 session 嘅，咁就每個 session 都4-5個鐘。That's not too bad. Yeah, not too bad. 10 hours. 好啦，我哋將呢首歌係淋漓盡致介紹俾大家聽之餘，都係要親身聽下呢首歌啊。咁樣就係嚟自 Fred 嘅呢一首嘅。好啦，今日好多謝阿 Fred 上嚟啦。咁下次我哋有機會，我哋再出去傾偈啊。好啊。拜拜。怕渡輪會撞船，滑水鏡我們如力，怕食堂會報廢，蛋糕都擔心進食，怕被群眾負評，要輸給網民襲擊，害怕到看敵，磁場永遠也負極，你怕死，你嚇不起，日夜被一班戲自覺，纏着你，怕劫匪，更怕綁匪，活着還害怕有驚喜。辦公室逼出壓力，怕地球跌下來，幻想得叫人窒息。鬧市太熱鬧，人潮裏你要避席，你怕死，你嚇不起，日夜被一班戲自覺，纏着你，怕劫匪，更怕綁匪。着還害怕有驚喜，只好等死。驚呼吸，驚依玻璃衝擊，驚經濟會爆破，奮鬥並沒動力。驚飛機，天空消息匿跡，驚都市爆炸，世界愛動用暴力。驚一天漸漸欠缺價值，漸漸滿到退化，記錯藥又未服食。過2秒患下絕症，過2秒爆發戰役，危殆誰能免疫？靠定力，你怕死，你嚇不起，日夜被一班戲自覺，像你，怕劫匪，更怕綁匪，活着還害怕有驚喜。
怪獸總比